2021年由台湾清气水行动联盟所发起的林好水新德市地方公投，和市政府是来定出废水也有垃圾水的排放管理自治条例。最近这环境部审查通过，会以源头管理也有分期分区管制来确保着民众啉水安全。市政府也宣告这自治条例呢，明仔载开始就会正式实施，这嘛是全国头一个。 新德人食水水源头前溪当年有污染的疑虑，2021年民间团体发起林好水地方公投顺利通过。2022年新德市府提出新德市废水甲污水排放管理自治条例草案，即马这个自治条例总算伫8月22日实施。后续自治条例以源头管理以及分期分区管制为核心，公告日的3个月内起，订定自治条例推动委员会。 设置运作办法之后，将送到议会审查，展现对公共卫生及环境品质的高度重视，确保民众饮水安全，落实永续环境。过往我们自己在看水干净与否，都是依照环境部的这一个指标在看，好像感觉环境部的就是高标，但是回到这一次水务法，环境部在讲的，你通过它其实是一个基础的底标，每一个县市都可以因应它的环境，去把它水质的标准提高。 公民团体也提醒市府，后续应该赶紧成立委员会，安尼才当规划出管制区域，真正落实废污水管理自治条例。通过以后，很关键的就是市府应该紧速通过委员会的设置办法，因为委员会通过以后，才会进行我们灌溉水取水口上游或饮用水取水口上游管制区域的划设。那划设之后呢，就会开始进行相关的这个废污水的排放的盘点，以及最终请这个废污水远离我们的取水口上游。市府表示，自治条例内容主要是以源头管理甲分期分区管制，也会定出违反排放管制相关处罚办法，确保新德人食水的清气甲安全。记者杜君豪，新德报道。